日如三，日三如七，日四如九，哇，阿狗去倒位？大家好，我是阿狗。恁敢知影咱今仔日要去倒位咧？当然，要去大船町，出发！哇，真欢喜呢！这哪有停车场？哇，这车个路板转大呢！哇，还有餐厅呢！哇！哇，就厉害的呢！厉害！来！哇！这只船是一间饭店呢，超趣味的。我上喜意大饭店嘛。哇！这个会当放物件呢。我要甲我的宝贝放伫个遮内底。我就介意这个眠床的呢，还有卡垫哦。真好耍。哇，真好！我今仔日要困伫个秘密基地内底，大家安安。顶摆阮阿母带我去看电影，遐医啊，甲遮就同款的呢。是啊，敢嘛有电影好看？要到啊呢！还有人呢。哇，就厉害的呢！伊安尼拍开，敢若大鱼仔的嘴呢！哇！伫船顶大饭店，真好耍呢！我要来去探险嘛！再会。
热天的旁边，冰收来一粒大西瓜，甜甜的果子，热天的滋味。日头炎炎，风萧萧，热天的气味，溪边海行山水，热天的滋味，热天的滋味。门口靠一丛鸡卵花，白白的花蕊，热天的旁边，冰收来一粒大西瓜，甜甜的果子，热天的滋味。日头炎炎，风萧萧，热天的气味，溪边海行山水，热天的滋味，热天的滋味。咱这要行去坐车，行。是。而且敢是加班车，你敢有找到？还是到4点半一个，是哦？是电动车。哦，一班要来啊！哦，一班来，准备好了，富贵。哦，一班要来啊！嘿，这紧哦。这紧哦。好，你选一个位有电视的所在，安全带，要安用。我安尼，哦，你安用呢？我来帮你用。你要帮我用啊？哦，那是。哎呀，好好，好啊。富贵，你会感觉日头烧炎？日头赤热热，虽然顾性命，小老啊，今仔日就是迄个顾性命迄天啊，对不对？你母也要顾性命，我想要溜起来，我想。妈妈，啊哪来？我看个，哦，你要看，安尼无安尼好一空。好吧，好吧。我家富贵，你知影大姐要去倒无？有音乐所，去无蛤蟆的所在。啊，你敢有做地带的？你有哦？这是你第一届来算吗？对。来说伊哦，富贵，豆豆行，豆豆行，好，豆豆行，到位啊哦。豆豆行，豆豆行，好，豆豆行。咱行较后壁去的，你行去后壁，你行过较后边啊遐用的，你先放落，你安尼会人讲着啦。有诶，我敢有搭着咧，这敢若有咧。这会使吗？这那个呀。好佳仔，好，捡起来，捡起来。好佳仔，我摕着啊。好，这应该就会使。敢有摸着？我，你食着土啊吼？无水啊。用骹先用骹拿看卖，敢有拉着？啊，看着。哇，厉害，用骹刚刚。搁有哦。哈？无，你先用骹拉，轻轻拉。过来这边有。这边来，这看卖，你看这个敢是？看卖。迄哇是你轻轻放，安尼咱几粒啊？几粒啊4粒。好来，敢有看到？我再望着一个无菜。无菜哦。我看到大条。系啊。这望一个是安怎学着？
伊要问你安怎学着遮侪蛤蟆的啦？你用脚感觉啊。用脚拉你，嘿，挖头，挖头的对哦。挖头有就有了。教你没关系。这落挖头的对啦。对。嘿，用手挖啦，用手挖这落挖土吼。有啦。到会着。无哦。我看伊拢固定家一个所在，好去，你敢有感觉伊拢？还未大汉咧，还未大汉咧，肯等伊，互伊搁洗一个啦。做伙讲台语。电动车，电动车，安全带，安全带，蛤蟆，蛤蟆，日头赤影影，虽人顾性命。日头赤影影，虽人顾性命。地势如高。哪会写袂出来？哦，这笔是无水哦。啊，是的。再会。